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朝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下礼拜二，就是99重阳，嘛有人讲是重阳。咱拢知影讲9是吉数，代表上界节，像讲9宵分外有新鲜，99嘛有久久长长，长火寿的意思。过去就有算命先生认为讲重阳是凶日，诸事不宜。嘛有一寡地头风俗认为会当放风吹。算命先生就讲食糕仔饼、洗身躯拢会当互咱行大运。安尼讲敢有道理？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中央大小事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后礼拜二就是新历10月初4，就是旧历9月初9。大家拢知影，即天是9月初9重阳节。不过你敢知影重阳节由来，还有一寡禁忌，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第一张图来看卖，这9月初9这重阳节，伊的由来其实就是数字1、3、5、7、9这5个数字，大家拢叫伊阳数。另外2、4、6、8这些数字，大家叫伊是阴数。其中这9就是这阳数内底上大数字，所以大家嘛叫伊是老阳。啊，这9月初9，两个老阳合做伙，就变作是重阳节。另外来看卖，这9加9这两个因是真相型，所以嘛代表久久长长，啊个食饱是长火寿的意思。另外看卖，其实这9月初9重阳节内底是有真济禁忌。传说是讲，两个羊合做伙的时阵是较无好的日子，所以呢，伫重阳节内底真济活动拢是为着要撇食。其中有真济禁忌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第一个就是千万莫伫即天讲重阳节快乐。若是真正想要祝福别人，会当讲平安健康，还是讲一切顺遂。另外第二个禁忌就是嫁出去的查某囝。嫁出去3冬以内，千万莫伫即天转去后头厝，因为传说讲，若是伫即天转去后头厝，会克死伊的大家。所以呢，就是要千万注意，若是真正有代志爱转去，会当炸一寡面线，对讲甲即件代志来化解。第三个禁忌就是两个查甫人千万莫伫即天来讲公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拢讲查甫人是阳，啊，这查甫人是阴，所以呢，两个查甫人这阳气是较重，若是伫即天来讲公事，就有可能会发生冲突。另外来看卖，其实伫重阳节内底是有真济风俗，其中第一个就是大家拢知影爱去爬山，爱去登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传说讲，伫东汉的这个时阵，有一个人叫做是宽景，迄当时呢，迄个所在发生瘟疫，所以呢，伊就爬悬来登高，就会当甲这瘟疫的代志解决。所以后来就流传讲，若是伫重阳节迄天来登高爬山，就会当翕相阳气，会当增加运势。另外，第二个来看卖，大家拢知影这重阳节又叫做是老人节，也是这敬老节。所以呢，第即天若是家家有孝，你的时代人，就会当祝福因久久长长，嘛会当福寿相传。另外，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伫重阳节迄时阵，就是秋天。伫秋天的时阵，嘛是菊花大开的时阵，所以呢，伫即天大家嘛会来欣赏菊花，啊，个啉菊花酒。为什么啉这菊花酒呢？因为这99甲菊酒两个音嘛是真相型的，所以伫即天嘛有即个风俗。第四个来看卖到底是啥物呢？就是爱放风吹。为什么爱伫遮放风吹呢？咱顶一摆有讲过哦，9月9降风有一句俗语叫做9月9风吹满天好。伫这时阵9降风，风是吹了非常的透。除了这大环境的原因以外，其实伫即天放风吹，嘛讲起风来除晦气。上尾一个来看卖即间的风俗，伫个都是在炸这猪乳。为什么爱炸这猪乳呢？会当抬糖，买当消毒，买当来骗食，一寡风俗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另外第三张图，咱来看卖伫个即间其实有一寡开运的撇步，爱提供给大家来讲咯。第一个就是伫个午时的时阵，就是中昼11点到下晡1点的时阵，会当用这午时水伫厝内底压。而且这方向啊特别注意哦，爱向内底向外口，爱由顶面向下骹，即马就会当增加运势。另外看卖会当旺财方式，就是这门拍开45度这方向，就是咱讲的财位，也是伫财位放一寡水晶，也是弥勒佛等等的吉祥物，会当伫迄天中昼的时阵，用水来吸这物件，就会当增加运势。另外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爱伫即天的时阵，甲厝内底灯火全部拍开，而且呢，爱为早起起床的时阵，到暗时困之前，拢爱甲这灯火拢总拍开，安尼就会当增加厝的阳气来提升运势。
另外看卖第四个就是食这糕饼。除了这中香菇，啊，个这米糕以外，会当代表会当各项代志拢非常顺利，考试嘛会当考调。上尾一个就是爱提供大家参考，就是爱浸烧水，而且伫烧水内底爱放一寡菊花、灵眼瓜、米啊个盐等等的一寡物件，安尼而且内底水呢爱加这饮用水啊个五时水，安尼就会当除了晦气。好，这就是一寡中秋节一寡风俗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。